大家好，歡迎收睇今集嘅奶茶西多士，我係林木。今日想同大家講下一件潮物，就係 Apple iPhone Pocket。相信大家過去呢幾日睇到好多關於呢款產品嘅新聞。首先呢，若略介紹下呢款產品係咩嚟嘅呢？其實呢款產品呢，就係 Apple 同另外一個日本品牌 Issey Miyake 一個 crossover 嘅產品，主要呢就係為咗 iPhone 而設計嘅。佢嘅劃時代設計，特別嘅用料，就好似一隻襪咁，所以呢就引起好多人對於佢嘅評論，甚至二次嘅創作，非常之搞笑。咁大家又知唔知點解 Apple 會同 Issey Miyake 合作？以佢哋以往嘅經驗呢，其實就好少同其他 fashion brand 呢係做 crossover 嘅。故事就要翻返去1981年，想當年呢 Steve Jobs 就參觀咗 Sony 嗰個總部嗰陣時呢，就發覺佢哋呢員工着嘅制服呢非常之有型。而當年呢，幫 Sony 呢去設計呢個制服嘅就係 Issey Miyake。就係咁 Stephen 呢就認識咗 Issey Miyake 啦。之後呢 Stephen 仲邀請佢幫 Apple 呢設計另一款喺 Apple 公司裏面用嘅背心，作為 Apple 員工嘅制服。好可惜，當時咧嘅設計咧就未獲得咧 Apple 員工嘅接受，所以就擱置咗呢個 project。但係今次嘅合作嘅機會之後咧 Stephen 咧同 Issey Miyake 咧就做咗好朋友啦。雖然咧 Stephen 咧喺離世之前咧 Apple 同 Issey Miyake 咧就冇喺其他產品上面再合作嘅機會，但大家建立咗嘅關係咧，正正就造就咗今次嘅產品嘅誕生。呢款產品呢個設計睇落好似好簡單，成隻襪咁，但其實細心啲咁睇，佢係用咗好多心機喺裏面。首先要講材料方面呢，佢哋係用咗一隻好有彈性嘅 fabric 叫做 Rib Mesh。呢隻咁有彈性嘅材料呢，正正就可以套用喺唔同尺寸嘅 iPhone 上面。而呢款產品嘅設計咧就有兩種唔同嘅 size， 正正就可以迎合咧唔同需要或者唔同顧客嘅要求。而喺顏色方面呢，仲有成10幾款俾大家揀。尺寸方面呢，就有分長同埋短，長嘅價錢呢，就係講緊1799港幣，短嘅呢，就1199。個設計聽落係咪好吸引呢？但係好可惜，因為呢款產品係 special edition， 而據 Apple 網站嘅顯示呢，產品已經喺2日前已經沽清。希望呢 Apple 呢發覺如果個反應咁好之後呢，可以將個策略改為呢，將呢款產品變做一款長壽嘅產品呢，咁就可以迎合我哋呢啲蘋果迷嘅需要。好啦，今集就講咗咁多先，希望大家鍾意今集嘅內容。如果鍾意嘅話，麻煩你 share、like 同埋 subscribe。下次再見。